美国职篮 NBA 活塞靠延长赛关键的6罚5中，以112比107击败暴龙。转到暴龙后，首度先发的台裔球员林书豪，此役手感冰冷，只靠罚球拿到1分。多伦多暴龙、底特律活塞今天打到延长赛，劳瑞 Kyle Lowry 远投劲射连拿7分，让暴龙握有领先，但活塞靠杰克森 Reggie Jackson 的3分球，让两队以107比107战成平手。关键时刻，德拉蒙 Andre Drummond、肯纳德 Luke Kennard 都2罚俱中，让活塞立于不败之地。格里芬 Blake Griffin 2罚1中，让活塞最终以5分之差胜出。今天是林书豪转到暴龙后，首度在客场出赛，也是首度先发。第1节他积极进攻，但包括3分球3投0中在内，5次出手都落空，只靠2罚1中拿下1分，这也是他这场比赛唯一的得分。此役他包括3分球5投0中在内，8次出手全部落空，但他另外有2助攻、1篮板、1抄截的贡献。今天比赛开打之际，暴龙手感不佳，首节末段才逐渐回稳，上半场以45比48落后。第3节劳瑞、贾索、Marc Gasol 接连砍进3分球，让暴龙以56比54要到领先。靠着单节33比25攻势，暴龙以78比73反倒领先5分。末节双方拉锯，读秒阶段杰克森抛投的手，活塞要到2分领先，但阿努诺比 OG Anunoby 回敬1球，让暴龙扳平。暴龙手下活塞的进攻后，握有最后1击机会，可惜加索底线的3分球出手未过，双方以100比100战平，也让比赛进入延长。